后来，这个歌问题来骂民进党，若宋楚瑜是来骂国民党。宋楚瑜早起到台中扫街，当炮批评着国民党，讲废死了后，国民党就无咧注重中部的发展，佮直接点名前总统马英九战卖三中，但是无把钱摕来建设地方，佮来批评国民党的高层面对中国为着利益自我矮化。宋楚瑜希望亲民党将做第三势力，让民众脱离哪里的恶斗。亲民党总统候选人宋楚瑜伫台中扫街拜票，选前的前几天，伊将重点放伫伊做新竹县时阵经营的中部地区。为什么要到中部来？当年就从中部衰落下来的。我们台湾过去省政府训练的这些，逐渐到中央去好好去替人民做事的这样子一个训练的一个基地，怎么会变成如此这般？选举的时候就来拉票，当选之后，只有去酬庸那些不会做事的人。批评废省政策，宋楚瑜又要将焦点对准前总统马英九，批评伊贱卖三中，无要将钱摕出来帮助国民党甲建设地方。贱卖三中，把所有的这些钱到底到哪里去了？马英九，你应该公开的向大家说。贱卖三中的钱到底到哪里去了？把这些国民的党产都送到哪里去了？到现在为止，为什么国民党发不出薪水，但是买办荷包里面满满的？宋楚瑜嘛批评那些高层为着利益，伫中国的面前做细汉的。现在跑到大陆上面，看到共产党矮半截的这些台办。你自己想想看，台办可以来做证明，这些买办阶层，那种让台湾人丢脸的那些国民党的买办阶层，让宋楚瑜敢在这边让对岸晓得，台湾政治人物不是都可以被收买的，找回我们台湾人的尊严嘛。除了批评国民党，宋楚瑜嘛讲，民进党甲国民党互相的斗争是造成台湾经济无好、人民对立的主要的原因。伊参选要变成第三势力，终结来到。